哦，好，好，开始。好。所以讲，你敢袂使把这两个词读互我听？哦好，亲亲甲切，亲切，亲切，这只是亲切，亲切，好，亲切，嘿，亲切，亲切，亲切，嘿，这是亲切，亲切，哇，好，了解。切嘛哦，切，切，嘿，切，是切，切，嘿，哦，好，所以你讲迄个切，嘿，对，切计光，戚继光，嘿，切计光，哦，好，切计光，好，切仔面有人写边仔写一个提手边，哦，对，有一个手的迄个，了解，切仔面，切仔面，哦，切仔面，毋所以讲切仔面是这个是切仔面，你已经读做切仔面，切仔面就变成一个面啊。切仔面，遐伫外口定有味达，拢写做另外迄个册。因为大家袂晓写台语嘛，都华语学白头啊。黑白，嘿汉字学白头，好。所以讲，这个是笑，亲笑。切仔面其实是第八声啦。第八条，好。切，切就是甲物件上下震动的顶。譬如讲，切仔面为什么叫切仔面？嘿，切仔面为什么叫切仔面？你知无？了解了，因为迄个面诶，迄个叮当，面就刻伫迄个伊迄个碟壳啊内底一直切嘛，上下震动安尼，切有无？了解，了解。哦，嘿，所以切仔读对吼，毋是切仔面吼，你读切仔面就读对节去啊，都读毋对去音去啊，切仔面。好，亲切，所以这才是亲切。亲切，好，了解。好，切，好，继续来读。另外佮教你另外一个切啦吼，另外一个切就是骨质 rice 骨质。对，这个切，有听过。计切，搁一个拍切衰，嘿，你才无拍切衰，嘿，拍切衰，嘿，有切衰，嘿，所以这种特别切吼。好，歹运拄着歹运，好，切衰切，好，了解。就等来读吼。甲关系亲切。好，伊的先师娘是阮的母姨，敢就是阿姨的意思？应该是。母姨是母的阿姨。母嘿，干嘛来查一？好，母姨。母姨找无？好，来继续。因为好，这点伫嘿。好，了解。母姨，对呢，有母姨就找有啊，好，母姨，嘿，母姨伫修啊，就是讲迄个姊妹。我听无你。我来继续读。再继续。安尼敢有？安尼，好，继续。是阮是阮的母姨。歹势，等一下哦，我有一个设定爱关起来。好，等一下，歹势，电脑有淡薄问题。安尼咧，安尼敢有较清楚？拄则我电脑有一个设定。好，继续读吼。甲阮是阮的母姨。好，这点伫
桃李山拍算真心去对看，然后才说法，好，这段嘿。相亲了哈，台语嘿，对看我知影，嘿，对看，有嘿对看，嘿有进行有读过，嘿，好，来我读26好，章，要怎样使我的见效，伫众人的中间，过有遐久，搁半年，人生就要作业。迄碟几若人尽力得家己做亲情，真心毋知重判伫倒位，祈求上帝甲陪伴一个会帮助伊的人。八仙庄寸眼先生对志勤小解讲，全在先生有一个查某囝真好，伊无互伊落学校，总是家庭教育真好，又搁愈得真通学了。因老爸过身无偌久，即碟听讲，甲因老母伫桃李山，我看伊来做真心真合。志勤讲有影无？寸眼先生讲，实在是安尼。迄碟志勤就对院长以及伊的夫人讲，因听一个真欢喜，讲全在先生甲阮是亲戚，伊的先生名是阮的母姨。即碟伫桃李山拍算带真仙去对看，然后才说法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好，随时写批来，随时写批来成学，叫真心约，叫真心约是你，真心无管死，无管死，即个代志，若是想着老母的命令，就写批互桃李山的先生，实甲伊，即个是实后壁一个实甲伊，所以讲了解实甲伊讲要去的是你甲因端，先回批讲，即个查某囡仔真可处，若会成，不只会做你的帮衬，可惜恁无较可惜恁无较早讲，昨昏已经去，昨昏敢是第7条迄个昨昏，可等一下，昨昏，所以讲昨昏，咱一般第一声才对吼。对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来记一下，昨昏应该是 CHA 第1条。好，我来记起来。昨昏好，记好啊！昨昏已经去找因兄啦，因兄专现先生伫公安那，后来换来公安那，公安那，好，是公安那，公安那，公安，是好，公安那后来换来三城庄，了解好，真心接
着批就甲老母通知，讲呾毋免去，去看是看外陪若定，心无美容的女子，惊了有危险，何况已经有几若个知己咧学路，我信因的话是真实，咱若去，有果也是对因探听。迄个无果是啥物？果有果，毋知。有果，嘿啊，来查看觅有果。无果，歹势，拄则谈到，应该是第三条无果，毋是无果。无果哦，无果就是，无果，无果有啥物共款的词？无果就是不过啦。无果，干呐，敢是干呐？只不过，但不是，好，无果好，继续无果也是对因探听啊，所以我决定免去看，无看，无看来识的人，无看，即个看爱变调，也是读分调，无看也是无看，读分调，好，无看来信的人，来信的人，无看来信的人有福气。即句却毋是指即个意思，毋过也是真实，毋是，也是真实。对，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随时写批来信学，叫真生约时日，真生无管是即个代志，若是受到老母的命令，就写批互托里山的先生，实施甲伊讲要去的时日甲因单。先生回批讲，即个查某囡仔真可处，若会诚不值会做你的帮赞。可惜恁无较早讲，昨昏已经去找因兄啦。因兄全现先生伫公仔林后来换来三社庄，真生接到批就甲老母通知，讲呾毋免去。去看是看外皮若定，形无美容的女子，惊了有危险。何况已经有几若个知己咧学了，我信因的话是真实。咱若去无顾，也是对因探听，所以我决定免去看。无看来信的人有福气。即句却毋是指即个意思，毋过也是真实。好，继续吼，阿一段。好，老母将遮个话互院长甲夫人，院长甲夫人看，等一下哦，我想到院长甲夫人，我看觅吼，院长甲夫人看，好了解，因看即间真静中，就真实心替伊拍算，毋是断着，
好，等着任何先生，任何先生来就拜托伊，拜托伊，这个任何先生不知老练，老练即何事？老练即何事？伊也真欢喜，伊也真欢喜，就拼拼起三下装，和高高，这个字安怎读？高色色高色，和高色，嘿，高色，了解。啊，迄个拼拼起三下装，迄个拼，敢是就是爱冲起的意思？对，拼命斗起安尼。拼命斗起，好，了解。好，继续。要起的时，要起的时，诶，这应该是起爱变调还是读本调？要起的时，还是要起的时？要起的时，起好，要起的时，真心欢呼老母交代讲，请互伊自由甘愿，的确着有动心为着主，才通毋通用好话婉转，用好话婉转。差不多了解意思。毋过婉转即个词，我来查一个迄个婉转。哦，有，我来中才，敢是即个意思？敢是安尼读？用好中才，嘿，用好话，才应该是用才。所以讲加迄个中的应该是第七条，也是以下的第一声。中才，可能是应该是写对啦吼，因为这是读做这就是中嘛，即家己人其实就是中嘛，是中好了中国中才，是中。拜托你为我婉转吼，我今仔日听才学着即个词，嘿，好。毋过若是用汉字，直接是即个意思吼。嘿，是应该是第一个讲好话，无直接讲好。嘿啊，毋过若是用汉字去找仲裁，华语仲裁即个词，伊音是写第七条，用啥物？用汉字，嘿，用裁。第二点嘛有修即个词，原来是日记来的，嘿，仲裁，好，了解。我查一下即个。嘿，中所以是读第七声中。中，好，中，好，了解。中才，中间迄个意思，三个人的中央，好，就趣味。好，咁咪等来，好，来继续读吼，迄个用好话婉转，好，过几日来，虾米来回复了解，来回复讲，刚帮他变调回复讲，好，来回复讲，因真欢喜，无咧演技，我来查看卖，敢是我想演技，毋知什么意思？无得演有技，别的意见，敢是这意思？可能是两个拢第七条，第二点无想。
无是我写毋着，好。字嘛找无，来找台语看觅。字第二点收的是无鼻音，i 第7条字无共款的地字，体字，所以讲迄个是体字，无共款的体字。好，来无咧言字，安尼吼，无咧言字。好，不过随时，等下歹猜咧，谈着好。不过随讲好，随讲随成较毋好，爱小看言前，吼，爱小看言前，后来要回复大面的相思，看无意思，大面了解意思，大面就是真有可能的意思吼。大面的相思，了解意思啊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老母将这话互院长甲夫人看，因看志勤真尽忠，就真实心替伊拍算。等到任何先生来，就拜托伊。这个任何先生不辞老练这号事，伊也真欢喜，就摒去三城庄交涉。要去的时，真心吩咐老母，交代讲，请互伊自由甘愿，的确着有动心为着主才通，毋通用好的话婉转。过几日来回复讲，因真欢喜，无得言语。不过随讲随成较毋好，爱小可言前，后来要回复大面的成事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了后，当着多林牧师去遐道道嘛，对，第7条应该是道人嘿。道林牧师。对了，道人啊，道人。嘿，道林牧师去遐顺教会煞论起即件事，道林牧师不知赞成。本地咧，等下，本地要请，要请，好，还是本地要请，请精神去遐看看，后来煞免。好，对，你敢要读一遍？了后，当着道人牧师去遐顺教会，煞论起即件事，道人牧师不知赞成，本地要请真心去遐看看，后来煞免。好，继续是就写批来决定1916年6月中，敢要变了6月中要上头什么抢礼拜，
迄个呛是啥物意思？呛礼拜，哇，就特别的词，呛，而且是礼拜，系啊，呛礼拜，系啊，哦，大声话，那是唱歌，哦，啊，为什么是礼拜咧？去做礼拜时去唱歌，应该不是吼。我唔知，哦，伫遮嘿，唔知咧，为什么用抢礼拜？嘿，迄个礼拜应该就是，当理解啦，嘿，做礼拜当然就是唱歌。哎，会唱歌吼，哎，哦，但是我毋捌听就，人讲。哦，系啊，只是头一摆听到这个讲法，足趣味。好，好，继续吼，双头抢礼拜，哦，足趣味。好，双头抢礼拜，好，真心因为点台南，什么假流，假流，假流是什么？假流日本时代嘿，好情的用词啦。哈，好情是啥物？好情事务所好情，好情的用词啊，假流是应该就是寄居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对呢，对呢，假流就是迄个汉字嘛，是迄个假流，特别，所以讲假流，咁就是一个人，就是出生的所在是户籍，咁是安尼讲户籍，啊去户籍，啊若是去外来所在工课去，譬如讲去台北，也是去台南，就是叫做假流。哦，所以讲啊，我会使讲，伫台北有真侪人，外口的人来遮食头路假流，敢会使安尼讲？日本时代安尼讲，大家拢听有啦。哦，对吼，好，日本时代啊，就是我这两天我才想着讲，即马听有讲幼稚园的，也无几个啊。幼稚園是啥物？幼稚園就 kindergarten。对，幼稚園，幼稚園，幼稚園，咁是安尼，对啊，幼稚園，因为日本时代大家拢读幼稚園，所以我自细汉我就听讲幼稚園。哦，我嘛唔知幼讲这是日语的，我一直足多后来学日语以后才知影，这日语啊无一直拢知影。幼稚園，嘿，想讲幼稚園就是幼稚園嘛，幼稚園。了解，嘿，了解。啊，就是即嘛即个时代，你讲幼稚園听有诶已经无几个。系啊，已经大部分都唔知。诶，用词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用词啊，即嘛讲假流，大家都听。我知影，我会知影即个词，是因为我之前欣赏日本时代迄个户口簿啊，户口笔本嘛，啊顶头写用即个词讲啊，即个人当时假流伫当，迄当阵连你，比如讲你对台北去桃园食头路，但名大，户籍，迄个户口簿啊顶头会写。哦，了解，户口簿啊，好。写讲即个人当时甲当时假流倒位安尼。哦，就清楚。好，了解。我来记一个迄个户口簿啊。好。户口簿嘛是日本人。嘿。伫美国毋捌看过户口簿，美国人无户口簿。嘿，是啊，嘿，对吼。系啊。好，我看觅好假流，假流咋好啊？迄点台南假流就伫台南抢，我讲一个抢礼拜抢，好就趣味的事。好，好，这段你干嘛读一遍？嘿，就写批来决定1916年，休热中要双头抢礼拜，真心因为
踮台南寄流，就伫台南唱。好，继续吼。时日已经到，无过接到言语，就抢落去，无拍算，抢2礼拜，抢2礼拜了，一早起真心忽然接到批，代志是讲等一下，好，先继续好啊。真心平安，论即战情绪，可惜抢2礼拜后，家来真交了，为主一较我安怎开破，就是无路用。迄个开破，我来，就做人讲开破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解说互人听，叫做开破。哦，好，了解。我来记一个哦，开破。哦，好。好，继续。我安怎开破，就是无路用。开破拢会使吼。嘿，哦，佮有开破即个音，好。我是较早拢听人讲开破是开破，学哦，开破。好，了解。等下我记一个，把即个音嘛记起来。开破，开破，佮有开破是另外一个无共的。好，开破，好，继续吼。好，都是无路用。又过即阵的世界，查某囡仔若亲情也袂强滴。好，其他拢了解。过迄个事假，若假是啥物？迄个假，若是呐。若是迄个假敢有意思，也是无意思，就是一个字数。若假我嘛毋知啥物意思。若假哦，若假嘿啊，对。若假无，若假安怎？即个组词吼，我嘛不解清楚。组词吼。伫第二点有首若假两个字连做伙，若假就是若是若的意思。若假若是，所以讲若假就若假安尼。所以讲若假甲若是差不多意思。若是若假。好。哦，今日学着啊。口语内底拢讲若假安怎。若假。今日你看了这才注意着，无去讲的就过去，讲的就过去。就真自然吼。对啊，毋知影讲有安尼写。是了解。若假安尼，若假有要互你吼，若假安怎？若假有要互你。假假有要互你。假使如果啦吼，若假安怎吼。较输是安怎？较输，因为变成假使，即个大家拢讲较输，其实是较输若假，嘿啊，因为是华语无的词，就较少人咧讲，甲伊学起来好。若假若假安怎？这词就听起来真好，就台语开口。好，继续。查某囡仔若假亲情也袂强滴。当时咧就是抢礼拜，请停止专献假。哎呀，我也是真好现迄个抢礼拜，迄个抢礼拜到底是啥物款的动作？抢礼拜。嘿啊，听起来对看，嘿啊。无啊，就是去做礼拜啊。哦，为什么去做礼拜
讲甲亲像咧对看的意思。嘿啊，就是你来我教会遮来做礼拜像嘿煞接待一个哦，看一个，了解了我解了解，咱若是看了了解即嘛就是迄个查某囡仔无介无意，无介意，无较满意就对毋免搁去礼拜啊，毋免搁去做礼拜啊，了解了解，好，这段你敢要来继续来读，好，时日已经到，无搁接到言语就抢落去，无拍算抢2礼拜了。一早起，真心忽然接到批，代志是讲，真心平安，论即阵亲事，可惜抢2礼拜后，家来真搅扰，为主的确我安怎开破，都是无路用。又搁即阵的世界，查某囡仔若甲亲情也袂强直，亲情也袂强直吼。强对强爱变调，但因为袂强直，可能我是惯势读轻声啦，若是读轻声强敢爱读本调，就是本调轻声后壁轻声。哦，了解，了解。亲情也袂强直吼，这是我的惯势讲法吼。好，是写做亲情也袂强直吼。但实个就是抢礼拜，请停止全现假。好，咁咪继续。好，有咱个论证个继续。好，好嘛，好，真心休热大到毁了，转来伫生学，家己真安静，简单有挂什么笔无笔敢若有挂密簿伫楼顶。有挂密簿伫楼顶，迄个密簿是。密簿就是我来。原来是安尼。夜簿啦，阮是讲夜簿。之前我有听过夜簿、密簿是头摆看到。是敢若会讲人的讲法。好，密簿，哇，好，密是第8条，第8声。密簿，歹势，伊写做对啊，是读做小笔的密簿，对啊，第8条，第8声，第8声。是第8声，密簿对。密簿，好，了解。那个先字哦，我今仔第一系道先字。啊，毋捌听过，来看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用这个这个看挂看起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不。这是地律的改水款。你。无重要。好，继续好。有挂密簿伫楼顶，噼噼啪啪，咁就你读噼噼啪啪，噼噼啪啪，噼噼啪啪，个就是讲因发出的声音响，噼噼啪啪，足趣味，好听起来，好一个嘴噼噼啪啪，看到即张批真艰苦，
随时通知老母知，也本身直接写一张，互全县先生。全县先生。这个读人名的头前，敢要变调，也是读本调？我想看嘛，某某先生，应该是读本调。读本调好。全县先生按算出煞是啥物意思？敢是听啊？促销出煞。我来记这个词哦，出煞。我以为啦吼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嘛感觉是这个意思。出煞。是我倒一个写唔对。也是第二点无修这个词。出煞。CHU 第二写 SOH 对，我写对啊。有促销。那是用什么出煞？第四声。拢无。拢找无。毋过了解意思啊。有促销这个。你若查这个煞哩，煞就结束嘛。对。煞对，结束完成煞工。好，等我一个，我记一个。好。有促销。原来促销这个词嘛是日记来的。好。出煞。好，继续吼。出煞吼，按算出煞。按算出煞。三时若定。老母听到安尼，即时拜托任何先生搁去罗家院长甲夫人也真愤慨，讲怎样才无信任。其实是有人啥物真爱做。有人真爱做，迄个真爱做是啥物意思？真唔知。来查看觅，要看无迄个这是啥物意思？真爱做。这也是胸口是尖。上尖上济啊！敢是有另外一个人甲迄个查某囡仔咧对看，所以讲就是甲真心咧济的意思。上去。好，先继续读看觅。尖做啥物意思？我咧看无。做应该就是做亲情迄个做，敢是爱做。第三声。查无这个字啊。为虾米咧？应该爱有啊。做。做。毋过迄个做亲情迄个做是 CHOH。对吼。做亲情。有可能这应该是第四条才对。第四声。但是真爱做啥物意思？我想讲是有别个人甲嘛是爱甲迄个查某囡仔做亲情，所以讲所以讲就甲真心伤济。做
做应该我做最好了解，好做，真爱做写批，什么写批作弄哦，作弄，了解。真心交代讲，你国去的时，嗯目目的，目的学路。不过看所要义是甚物，实在在，甲伊假名就好。迄、个假名，迄、个假名，敢嘛是啊？假税，迄个假税，了解，嘿嘿，了解。假名就好。任何先生假几若里也去啊？假几若里，了解。任何先生假几若里也去。好，了解。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好，真先休热带到回了，转来伫神学，家己真安静，简单有挂密薄伫楼顶噼噼啪啪，噼噼啪啪，看到即张批真艰苦，随时通知老母知，也本身直接写一张互专线先生，按算处煞3时若定，老母听到安尼，即时拜托任何先生过去。罗家院长甲夫人也真愤慨，讲怎样才无信任？其实是有人真爱做，写批作弄，真心交代讲，你过去的时，目的学了，不过看所要义是甚物，实在在家己假名就好。任何先生过几若日也去。好。已经3分，今日今仔日讲就爱读到这啊，嘿啊，实在淡薄仔好现是虾米情形？啥物原因甲死掉吼？嘿啦，嘿后壁个足济好，后礼拜下礼拜继续来，读啦吼，135。看是虾米情形？嘿，咱今日对开始读去132。132，嘿，32。好，OK，特别好，好来，我们来记一下。好，好，小几分钟啊，我喝水。